大家好，我係阿權。呢條視頻可能得罪好多香港人，但我都係要講。香港咧好迷信 KOL 推廣㗎，因為香港嘅市場做 KOL 推廣咧都頗有成效嘅。咁係咪代表喺小紅書呢個平台上面都可以咁樣玩呢？好多香港代運營公司咧就捉住咗香港人中意玩 KOL 推廣呢個慣性思維啦，特登去誇大咗 KOL 喺小紅書上面嘅推廣效果，從而去推廣銷售佢哋嘅 KOL 服務。但其實喺內地啊，唔理係咩平台，大家對 KOL 嘅態度都係，呢間鋪頭有咁多 KOL 喺呢度推佢，一定係用咗錢叫人哋嚟刷好評㗎啦，千祈唔好信。所以如果你考慮緊做小紅書，又想吸引內地嘅客戶嘅話咧，就唔好迷信做 KOL 啦。相比之下，我哋更加建議商家將啲錢咧用喺自己嘅帳號品牌嘅建設上面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建議都係揾翻專業嘅團隊提供幫助。咁樣先可以喺小紅書上面獲得更加長遠、更加穩定嘅收益。如果有任何嘅問題，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啦。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